老實人，平日裡連只螞蟻都不肯踩死。有他出手王後，宮裡肯定多半人相信王后確有罪過。真是人不可貌相，我從未想到樊長史有這般膽量。公子通死於非命，只怕是毀了樊長史在宮裡活下去的唯一希望。人若是連死都不怕了，還能怕什麼？王后这下在劫難逃了。殺人封案件已經過去許久，樊長史出手若無真憑實據，只怕是很難將王後的罪名坐實的。可惜王后送給公子季的那件衣裳不在了，不然拿着它就是份證據。这天又要变了，风云突至，措手不及呀！事到如今，我等該早有筹措呀。王后怎么可能如此荒唐？哎，誰知道樊長史是不是誣告陷害呀？王后失德，圖謀戕害公子。我等因上書，懇請大王廢後於冷宮，以謝國人，安撫諸夫人公子之心。容大人說的極是，此乃大王家事，臣子豈敢干預內宮？王後乃一國之母，王後失德，我等大秦重臣豈可做事？此事尚未有定論，你等就言之凿凿，逼宮廢後，這豈是你等做臣子的禮數？姑息足以養奸，大王有10幾位公子，若不能妥善處置此事，豈不人人自危，將來就是一場大禍呀！你，哼！大王，寡人不是說要靜一靜嗎？老奴該死！是臣弟硬闖進來的，請大王治臣弟的罪。下去吧。是大王。你們都下去。是。何事慌張？大王，近日因王後之事，朝堂上物议如沸，若不想法子處置妥當，弄不好會變成朝黨之爭。別說了，寡人正為此事頭疼。還望大王快做決斷。那你說當如何？眼下只有2個選擇：若王後真的失德，難以主持中宮，只能幽居冷宮，了此一生。但此事在諸公子和朝臣心中埋下陰影，臣只怕大王100年之後，諸公子會以此為由，讓公子當無法繼位。假如易處呢？若是嫡子不能繼位，那在大王心中，餘下諸公子還有誰能壓倒群英，成為那個萬眾擁戴之人？恕臣弟直言，大王心中一直割捨不下公子季。那公子季的確聰穎過人，可其母羋月出身低微，公子季又太過年幼，難負重任。一旦公子季上位，羋月成為母後，主少母壯，必然把持朝政，聘姬司臣。大王有10幾位公子，若是儲位有變，因此而產生的動盪，只怕會影響到國運。像那齊桓公雄霸天下，死後卻因無子爭位，齊國就此衰落，前車之鑑吶。說到底，你的2個選擇其實是毫無選擇，寡人只能保住當兒這條路。這也是無奈之舉啊。嫡子繼位，名正言順，至少不會對政局產生動盪。雖然王後品德有失，但公子當他為人果敢，勇猛好武，一旦為君，可以震懾諸侯。這麼說，為了保住當兒，寡人絕不能追究王後的罪責。大王，臣請大王為大秦江山着想。你的意思，寡人清楚了。
相，甘右相，甘右相，太子这是？母后危在旦夕，我已心神大乱。甘右相是当儿恩师，望能指点。嬴荡并非忘恩负義之人，右相若能幫助當兒和母後渡過難關，日後必有蛇雀之報。太子不必慌張，大路就在眼前。右相明示。樊长史出手王后，只是一人之言，只要王后一定咬住，是诬告。就算說是诬告，這樣管用嗎？樊長史位分不高，人微言輕，意見正尊，又能如何？只要王后和她身邊的人抵死不認，以致此事死無對證，那麼這件事就大風吹去了。容朕告辭。哦。月儿，我看你晚上也没怎么吃，赶紧把这粥喝了吧。月儿，你在想什么呢？我在想曾经已经忘掉的一些事情。我在想我娘亲，想举姬，想魏后。那时候你还那么小，能记住什么？我知道，一定是魏后害死了我娘亲，要不然楚宫里怎会流傳說父王死前曾打算废后？好了，月啊，別再提那些事兒了，提起來全是傷心。我不是故意惹姑姑不高興的，我只是覺得眼前的情景似曾相識。幕間傳話，大王要在承明殿召見8次。好，我知道了。這2日，寡人日不能食，夜不能寐。月兒，你與王后是姐妹。